各位同學午安，歡迎收睇今日開平電視台節目。我係今日小記者4A 班胡婉如。我係小記者3D 班李俊睿。俊睿，你有冇留意過去2星期小3至小6嘅體育禮儀急口令比賽呢？婉如當然有啦，不過唔知係唔係個參賽同學背得太快，有課室嘅同學表示唔係聽得好清楚。有見及此，今日初小嘅體育禮儀急口令比賽喺形式上會有少少改變。各班代表會逐一出場背誦急口令，完成後按下停止計時按鈕，我哋就會知道佢哋嘅完成時間。除咗時間外，現場評判老師亦按佢哋背誦時嘅清晰度決定係咪要加秒數，最後以總時間嚟決定今日嘅優勝者。所以背得快仲要清楚，否則罰秒數後仲會得不償失。而家不如再重溫一次急口令嘅內容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而今日代表各初小班別嘅同學分別有1A 班陳千源、1B 班張永賢、1C 班陳鵬宇、1D 班張千宇、2A 班何傲信、2B 班胡成漢、2C 班向耀俊、2D 班湯文植同2E 班林希維。課室嘅同學記住為你班嘅同學打氣啦！好啦，而家請出第一位參賽代表1A 班陳千月。3、2、1，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7秒。跟住1B 班張永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以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8秒。跟住係1C 班陳鵬宇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25秒。跟住係1D 班張千宇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嘅友誼第一，比賽已經被公平競賽奪標。時間係13秒。而家係10秒。跟住係2A 班何傲信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以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6秒。跟住係2D 班胡成漢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。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以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5秒、6秒。跟住係2C 班向耀俊。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格人人讚。
欣賞同文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，公平競賽極錦標。時間係12秒。時間係12秒。跟住就係2B 班湯文靜。3、2、1。比賽說不重要，勝不驕傲，敗不餒，良好風雅良澤，欣賞同學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7秒。跟住係2E 班林希維。3、2、1，開比賽而始。說不重要，勝不驕傲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，人人讚，欣賞同學極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以公平競賽奪錦標。時間係5秒。各位同學已完成急口令比賽，不如一齊睇睇結果。亞軍係2A 班6秒，同2B 班6秒。而今日嘅優勝者係2E 班林希維，時間係5秒。掌聲恭喜今日嘅冠軍同每一位參賽者。而家請余副校頒獎俾今日冠軍嘅同學。經過今次比賽，相信同學都學識咗禮貌嘅重要。大家都要做一個有禮嘅好學生。聖誕節就嚟到，我祝願每位老師同同學聖誕快樂。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，下次節目再見，拜拜。